今日分享嘅家常菜係肥牛炒鮮蘆筍。蘆筍嘅底部啲皮一般會比較硬，所以將呢部分嘅皮將佢批咗去，留返個頂部，然後將佢打斜切成段。切好之後，煲少少水，加入少少鹽同埋油，將啲蘆筍放入去，稍微飛一飛水，見到頂部轉深綠色就可以出鍋備用啦。蒜蓉起鑊，加入蘆筍同埋一隻紅色嘅甜椒，翻炒均勻之後，用少少糖同埋鹽嚟到調味，炒大約1分鐘左右就可以出鍋備用啦。今次配上鮮肥牛，用少少糖、胡椒粉、蠔油同埋生抽醃一醃佢，蒜蓉起鑊，加入已經醃咗15分鐘嘅肥牛，兩邊煎香佢，用少少水嚟到幫助升溫，翻炒1分鐘左右，啲肥牛好快就熟噶啦。跟住就將啲鮮蘆筍同埋彩椒回鑊一齊翻炒，翻炒均勻之後試下味，適量咁樣加入豉油同埋蠔油，炒多幾下咁就可以出鍋上碟噶啦。你哋睇下，呢個肥牛鮮蘆筍色香味俱全噶。